生。有請原校監及北黃燕明校董一同頒發，並由李淑芬總主任及李淑積校長陪同。現在請第二會上天幼兒園第一組畢業生范希樂、陳千彤、潘明軒、張浩新、許浩軒、張晨、何興瑞、霍雙雪、何思琪、黃以晴。請畢業生代表。請畢業生與嘉賓拍照留念。恭喜晒！畢業生楊日興、黃俊朗、梁妙睿、黃義朗、彭可柔、張志浩、梁心如、陳希睿、伍楚瑤、盧家傑。請畢業生代表。請畢業生與嘉賓拍照留念。